所以熱被得是係一兒用講到，是到咧春到嘅時間，即個時間你生到，即個係做所有就上帝嘅合意，唔就是個當時慈施嘅合意。但係呢係講即個就當時慈施嘅合意，即個面前唔強唔磨呀，係講即個時間你喺度就上帝嘅合意嚟行，熱天上帝帶即個係特性嘅路，熱天嘅祝福即個平安快樂嘅路。mà cái này春到嘅時間你記得嚇，每一年時間你喺度都係春到嘅時間，即個春到時間即個都係好好用到嚟榮耀主耶穌嘅名，榮耀上帝嘅名，或者即個係就上帝嘅合意嚟行出時間嚟啲，上帝唔合意嘅生死，上帝唔合意嘅路線，即個都唔能嚟聽呀，因為到上帝講嘅福音，去做到佢合意嘅路線嚟，即個然後得到佢嘅福氣，記得即個春到時間，每日人都春到嘅時間，好好用，就上帝熱天唔係錯，上帝祝福大家。